大家好，我是孙聪啦。即马我要用台语来念这篇文章。进步技术比进步价值搁较重要。就伫咧疫情之前，我拄着足久无见面的少年朋友，因人本底是真郁卒，拄着伊的时阵变甲真有事业心，会当全台语含我开讲，阮感觉足欢喜的。就是因为安尼，伊就直接甲我吐。你搁咧用徒步？即句话足惨耳的，毋过一针就拄入去我的困境，互我记伫心肝头。我是一个足重进步的人，我着一定爱拼起去。伫英国，我良心计较的想要提升的是主体性、进步价值甲内容无后优，所以我协助阮剧团建立台语的训练课程，以台湾的文化做本体，用各种的媒介和模式。尾我嘛一个用台语口语训练的这个班路，趁这段期间甲这个班路引入其他的剧团。即马有新的一代台语剧场指导，会当来做这项代志。同这时阵我嘛和前卫出版社的陈清煌，为台山交火器和小王子开始，一步一步来打造这个台文编辑的技术甲观念。即马基本的迄个技术甲技巧已经教分啊，欠的是搁较侪台文编辑。而且为着要互读者较好理解，伫制作台文册过程我嘛录这个有声册，也是朗读，甚至是声音剧场，和配音员王美甲叶佑晶合作，因拢有传统台语配音的底子，搁学着台文译写的这个手路，加上即嘛有新的媒体，譬如讲台文绘本的录音，甲台语台动画即个配音，一个一个磨出新台文的声优系统。伫旧年2023年，我任头一届的即个家己台语季的即个顾问，亲目睭看到平凡制作黄明章甲台语活动做甲遮尔水开，而且真有人气。就伫安尼过程当中，我一步一步磨出台文技术。什么是台文技术呢？简单来讲，就是本地以华语为主的这个出版、翻译、配音、戏剧、影视活动等等，转做台语做主体。这毋但是语言的转换，等于是自头搁再来。所以我会搁甲原底的模式搁顺一改，甲无好的也是歹的物件甲去掉，引入新时代的观念甲技术。加上这个时代网络时代知识拢是全面开放。毋过虽然是时间这人无够，成本也真悬。毋过为着要互伊搁较优咧，颠倒一步一步掠调出台文技术。安尼技术其实是咱伫追求台湾甲台语的主体性过程当中安尼生产出来。就伫即个主体性甲内容豆教分，这个台文技术颠倒变做咱上重要的资产。也就是讲技术较大主题，咱的主体性的内容已经把持敢袂当用台文技术做带译来制作和台语和台湾完全无关系的普世内容？以即个日本的アニメ来做例，迄个芙莉莲即马真穿，伊的背景是西方的魔法、城堡、中古世纪，甲日本的历史完全无相合。毋过伊制作技术源头，大家拢知影，这就是100%是日本的。伫民主国家，人无共款意识认同和美学观，咱着爱尊重，这才是多元自由的社会。着爱讲，内容是无好甲歹，毋过技术是悬堪加。掠一个例 ，LED 即个电火珠伊的流明度搁省电，流明度真悬，搁欠电即个用电无遐伤，会当讲一豆代替取代即个传统的即个电火珠而且愈来愈普及。这就是一个上好的例。咱是甲即个
较了电的迄传统的迄电话珠仔甲换掉，换做 LED。咱是毋是会当好好啊利用台湾技术来互咱做诶代志活搁较优？啊，毋过吼，认真讲，台湾技术搁伫发展，第二资源人才和市场诶制限之下，这是无法度诶，一步一步会好愈来愈好。毋过这台湾技术有一步好，就是会当甲英国诶制限，甲在放掉，混一条品质甲销量搁较好诶新路出来。上尾要举一个例，譬如讲派对啊、孔明和间谍办公会啊，台语配音，而声音诶表现咯、声静，甲网络诶声量啊，吼，真正诶，即个是互人料想袂到，足好诶。有人甚至讲比华语诶配音搁较好势。咱搁甲即代志搁收较后壁咧。咱若用日本诶即个阿尼美配音，即豆豆捡出来即个技术，甲外语诶即个技术甲声音表现，来配西洋诶经典诶电影和影集，安尼毋是搁较好？我是若是尾啊，真正有做出来，我是讲吼，这甲华语原底有诶即个配音诶版本，台语会转出无共款诶品质，甚至搁较水开。所以我诶结论是讲啊吼，规工日内容高长，咱毋通甲即个技术诶层面啊吼，甲放掉。你爱想着一点，若是某你诶优势技术啊，向偏足悬诶，变甲做弱诶，内容死到就无要紧啊，因为这技术会甲即个内容甲食掉，这就是咱爱好好啊去留意注意。